大家好，我係 Skype 嘅天師傅，今日嚟同大家講下 Lobby 嘅兩大台面石產品：岩板，仲有石英石。咁石英石同埋岩板咧，佢都有不同嘅厚度。石英石分別係15mm 同埋20mm嘅厚度，而岩板咧就係10mm 同埋15mm嘅厚度。岩板除咗可以做下掛式工藝，仲可以做倒角工藝同埋直角工藝。岩板嘅最大嘅優點咧，就係佢耐高溫升強，就算你個煲燒到火紅火熱，放上台面，佢亦都唔會有任何嘅痕跡。咁當然唔會漏咗最緊要嘅使用場景啦。咁我哋先去搞下破壞先。如果我用到咁嘅程度影個近鏡先，一啲問題都冇。如果你正常使用嘅話，更加冇可能可以刮得花佢。如果想了解更多，可以 click 入以下網址，或者 Facebook、YouTube 揾到我哋。拜拜。